大家好，我係 TX6430，今日翻嚟同大家介紹呢個 Tiny 嘅展會限定 BLTL 係啦，咁我就介紹完九巴之後就到龍運啦，係啦，咁話晒都係大家同一個集團，因為龍運就係九巴嘅，即係我唔知算唔算係展會，即係當展會公司啦，係啦，就係咁樣買埋展會公司翻嚟，就咁樣一對嘅。Enfavorite 500B 有埋呢兩架展會公司嘅 BLTL 係啦，咁我就都係一樣喺就係同 B1 一齊喺九巴網店度訂，咁我訂咗都係今日先至，即係兩架都係今日先至送到嚟啦，係啦，咁個盒就寫住就係咁樣限定啦，係啦，限定同埋寫住 E34 天水圍市中心啦，係啦，咁你後邊都一樣有九巴鐳射貼紙同埋九巴嘅授權啦，咁我都係一樣，而家我都開咗俾大家睇下先。好得啦，好啦，開咗，好得開咗啦。慢，我等我睇停先，好難搣。好啦，咁我就已經開咗架龍運嘅 BLTL 出嚟啦。咁架車就咁樣啦，係橙色同白色。咁佢就有飛機啦，2007年嘅字樣同埋通天巴士係。咁我就特買200。點解我會要買2007咧？我就諗住兩架都想要200，即係襯翻九巴啦，因為大家又係展會公司，同埋我特登揀 E34，因為大家都係天水圍嘅路線，同埋有行李架，仲有207，所以我就今次會所以我今次所以我就今次兩架都買晒2007係啦。咁我而家開始咁我就唔講咁多嘢，即係廢話。咁我都事不宜遲開始介紹。咁佢車廂都係用翻呢個都係用粉紅桃紅色為主啦。桃紅色佢就係普通版，因為龍運係有一架 BLTL 佢係用絨面座位，咁佢嗰架就係半豪華，嗰部係半豪華版啦，係啦。咁佢後車尾就好似車尾咁樣啦，都係設計上面都係差唔多，都同大家差唔多，都係同 Mark II 嘅 Enfavorite 500一樣啦，係啦。但不過我都雖然冇龍運攞住九巴頂住先啦，但係攞九巴頂住先啦。不過我都差唔多係啦。大家如果要比較，你可以睇翻我頭先九巴嗰段片，或者你唔知有冇觀眾係有買龍運式嘅 Enfavorite 500啦，因為嗰架我就冇嘅。我諗住正正經經，即係我都希望 Tiny 可以正正經經去出翻龍運嘅 Enfavorite 500出嚟啦，係啦。嗱，咁佢有車廂入邊係有整行李架，係銀色嘅啦行李架，咁佢類似就好似B8L 咁樣啦，B8L 咁樣都整咗行李架出嚟，係暫時 Tiny 係得呢幾款巴士係有整行李架出嚟啦。咁佢就係用橢圓形嘅龍運標誌，係我個人嚟講，我個人比較中意呢款舊式嘅標誌多啲，係咁車頭就咁樣啦。車頭佢用高拔嘅電子牌，同埋佢有兩個龍運標誌，跟住佢今次呢度係都有車隊編號，咁佢 T 廠佢係小蠔灣廠啦，小蠔灣，跟住車隊編號係701，同埋佢今次都整埋亞歷山大丹尼士嘅字樣出嚟，同埋都有輪椅同埋即係有輪椅嘅標誌同埋行車證嗰個架喺度啦。咁佢都有富豪水牌，車牌係呢個 MX4719 係啦。跟住左邊左邊咧係跟住裏邊就係俾大家睇個行李架裏邊咁佢買嗰陣我估計佢買嗰陣應該都係同正常
都係用九巴名買，咁我估應該都係，如果有行李架，應該都係，我唔知係買到嚟之後，我估計應該都係裝咗行李架之後再分俾龍，應該但係估計都係再我估計應該都係應該都係同九巴一齊買，但係就應該九巴買同九巴嘅一齊運到嚟香港之後再裝，我唔知係再裝行李架定係本身即係連埋行 B1 嗰批一齊裝，就唔係好清楚係啦。我而家都查緊資料係啦，費事講錯嘢。唔好意思啊，要大家久等，咁我 check 過啦，係啊，咁其實都係2007年買，即係都係同九巴一齊買，只不過係將其中10架係龍運擁有啦，咁都係一樣都係車廂裏邊係有行李架啦，同我頭先即係同我 B1 呢部一樣，咁佢都係散件形式裝嵌，咁都係07至08年度。08年度投入服務，咁我就係話咗，咁佢係得401、701，即係我而家依家至到707係有2007嘅字樣，係得708同709就用200，好似頭先咪講錯，係總之701至到707同埋401，即係半豪華版就用佢就係2007，就投入服務初期貼有2007嘅字樣咁。708至709就2008，我唔知有冇觀眾係有買到2008年版嘅 B9TL 啦，係啦，咁我就如果有你哋都可以話俾我聽，咁401之後係被重新分配車隊編號做710啦，因為係翻新咗座位變翻做普通版啦，咁佢之後都係一樣啦，都係同我九巴一樣啦，因為都係超過200，即都係一樣啦，因為嗰個排放標準係嗰個排放標準都係淨係達到歐盟3型，即係達到歐3排放標準就唔符合出牌要求，所以都係作出咗豁免，為2020年開始係2020年啦，因為龍運又大幅即係減班，跟住車隊引致車隊過剩，就將701就係我其中一架啦，就好似我呢架咁樣啦，都係轉咗都係去咗九巴，直至到2020年12月就正式轉售九巴嘅，係啦，咁佢係咁就係依家係 AVB E92 就唔清楚邊架啦，總之依家轉咗九巴之後啦 ，AVB 92係俾九巴翻噴咗做九巴嘅，即係變翻噴咗九巴嘅香檳金啦，係啦，咁我依家就順便攞埋屋企其他嘅龍運巴士出嚟先，係啦，咁屋企嘅龍運巴士就有富豪奧林比安啦，係啦，都好耐冇買富豪，好耐冇買龍，都好耐冇買過車，冇買過龍運啦，跟住 Dennis ALX 500車身嘅 Dennis Trident 啦。刀鋪車龍運獨一無二，仲有龍運獨一無二嘅 Dennis Trident， 跟住 Enviro 500，但係就係啦，我都希望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都希望會出埋正經出 Mark II 啦。雖然我記得，好似以我印象中唔清楚有冇出，好似有出過，但係唔肯定啊。但係佢係用咗新標誌，我希望可以出舊，即係我都希望可以用出舊標誌啦。跟住我呢架 B9TL 都一樣，我就唔知 Tiny 會唔會都出即係會唔會出401啦？401嘅話，最多都係用即係如果出401嘅話，最多內容都係用，我當佢都係用啡色啦，係。跟住就 MMC 啦，都係用咗就豪華版，但係普通版我都係一樣擺咗喺公司度，係啦。跟住12米嘅抽油煙機，12.8米，跟住扶手電梯電鍍金係電鍍銀，跟住就玻璃梯嘅 facelift 啦，
同埋2架嘅富豪 B 包。咁我依家就係有啲3、5、6、7、8、9、10、11、12、13、14呢15架到嘅龍運巴士啦。咁段片我就介紹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係咁先。